做这就是生命一定爱生命讲听，一定爱有花。迄阵啊嘛无塑胶花啊，啊，就是吼，敢若有即个纸花，啊，纸花吼。 迄阵啊，敢若嘛有真侪人咧做咧，啊，戏班吼，生活大家较困苦啊，都会找即个手工艺品来做。啊，阮细汉就爱斗趁钱，啊，就会做这去卖嘛，啊，就加贴一寡菜钱。 即马要来做牡丹，这大概是我关于。 古早咧学戏哦，透早都爱唱一条歌，唱几年嘛咧唱一条。四分牡丹在四围，无风的无雨，有的袂啊开，等待的三更。 东落的水，东落花心哦，有的只后开。迄老师哦，透早就叫你爱唱这条，唱几年嘛咧唱这条。啊，咱明明都会晓唱啊，伊就讲爱搁练，爱学互伊倒顺，啊无咧唱了会晓叹。 唱了吼，唱无倒顺，先生若无教你，啊，你着晓叹啦。晓叹听有无？晓叹着亲像吼，迄木板吼，安尼浸着水，啊，着安尼翘来翘去，叫做晓叹。啊，若倒顺吼，着是亲像讲衫裤若摕去互人熨，啊，迄个顺着甲你熨落安尼死，永远拢袂走去。 叫做倒顺，学歌爱学互伊倒顺，袂当学互伊晓叹。啊，这吼，这牡丹的这叶啊，嘛是爱安尼卷一下，卷一下哦。 像这个花瓣啊，做起来才会香。你这做阮做哦，即马就薄的啦，较无好做。你若是炒花吼，伊有一个厚度。 较好做，空炒。你啊，摕去泡饭馆，迄个拢袂歹。所以我带本来。 对啦，这应该袂人咧炒新娘的，嘛是拢炒，嘛是拢炒几年才会。我卖花吼，过年时啊，安尼哦，大家拢收钱，拢买了，安尼个，还有
回来赶快来呢。要不剃线也别拿了呢，我在那里擦的可以很多。哎呀，它臭不臭？臭，这是臭，因为这个臭，新的也就，安尼吼，起来，臭不来的，臭过我，干，安尼，吼，好起来。怎么这用？现在用的比较，你有你也刚才做个那个比较大干的，往这里头太低了，那么会这个，这里会让人太低了。肉嘛是干枯啦，肉爱会好肉。OK，按来。还什么花？茶花，随便你啦，有花就好了啦。是的，这应该是磨盘，这样摸干。他不承认模板。